整个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总共有营造有664公尺，从我们的海巡署一直到龙岗天桥这一段。那过去这一段，因为它是一个三面光的海堤，而且它整个的旁边的一些绿布都是迎合湾外来走，所以我们特别为了改善这边的一个环境营造，在3线的植栽方式，用绿布种乔木、灌木。那另外迎合湾我们整个去除之后，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抚育的方式把它做去化。我们这边有3大亮点，一个是昆生的广场就是这边所在地，中间有一段是昆生的细造平台，在尾端有一个昆生驿。那这3大亮点都是一个可以停驻休息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跟六合区这边合作了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课程。我们龙岗国小的小朋友呢，就在六合区的引领之下，到我们的昆生海堤工程这边的园区，进行了后叶牵牛、台江国家公园这样濒临绝种的植物的复育工作。所以呢，将来呢，等到我们这个工程完全都已经完工之后，然后变成是一个除了休憩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因为龙岗国小就是在旁边，就会变成我们一个环境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台南市海岸线是北从巴掌溪南到二仁溪口，那这个总共长度是69.2公里。那这么长的海岸防护，那行政院在109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核定了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由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办理防护。那比如说我们在北门这边，就是巴掌溪到集水溪口这一段，那就是由水利署第6河川局跟林业署来办理七股溪湖跟北门溪湖这一段。那这一段呢，除了我们农业局跟我们水利局以及6合局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养滩，或是来做海堤这个加高加固就中央的水利署以及林业署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以及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这一些海堤的防护海岸的防护我们都会积极来做而且投资了非常多的价金我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确保台南市的海岸防护台南市的海岸是可以稳定平衡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台南的海岸线很长，将近要70公里长。那所以说，从北门这边一直到我们南区这边，那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海岸或者沙滩，不管是沿岸或者沙岸。那其实对于海岸的保育是很重要，因为中间有蛮多地段是侵蚀很严重。譬如说像黄金海岸。这20-30年、20-30年来，海岸线都倒退了将近100公尺，所以坦白讲，大家很努力，那努力把固滩、把海滩这个守住，一方面守护国土，这是最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昆生海堤，那这个部分很谢谢第6河川局他们的帮忙。那不仅是把这个国土守护下来，也这个营造了一个亲民，而且让民众可以接近水域看这个夕阳，或者说来这边休闲游憩的一个好的地方。另外是讲嘅，欢喜看11月7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其實過去歷史上傳出大興亞地區因為對肥惡臭和居民擋袂牢出面反彈，而這回伫總日巡宜灣陳秋紅的這個體下贏大吉利傳出的酸臭味等民怨，要求市府嚴格稽查，也假若無改善，得歸去關唱。
大新营因为发展畜牧业，不时拢有传出臭味公害真情，大部分拢是大面积有机堆肥无砍头的恶臭。其中议员特别指出，下营大吉里时常传出的酸臭味，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生活品质。不过环保局的稽查却拢查无，相当不满，要求减班。对此市长嘛回应，业者无改善，无排除风向。不要每天整个下岸都在骂我们台南市政府的环保局，不要每天都在骂我们这些民意代表，包括黄伟哲市长一样，都被骂了。议员，我跟你报告，这个部分我们绝对不容许这种商人他把自己的商业利益建筑在所有民众的痛苦上我们一定要严格加以取缔，不惜这个我们该去驻点就驻点，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揪出来。那如果他附近不是只有这个一场而且不只是罚钱如果真的不行，就把它封了。好，还是希望环保局，你应该叫稽查哥好好的去稽查，不要每次去说无批到味无啦，讲伊都无营业无营业规暝拢有味，那你要真的是好好去思考，你们稽查都要干什么？议员接线透过一段空拍指出，位伫满岛真理大厦澳门的土地已经被人违法倾倒废弃物，而且到底倒的是甚物，嘛互地方相当忧心。所以议员嘛积极向市府请兵，要求环保局设立空拍责任区，定期巡查，避免不法业者污染土地。咱的余温一块一块那样吞，埋了什么不晓得。我们能不能，既然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能不能够用一个责任区的概念？我在环保局用空拍机划分每一个人有一个责任区，然后去稽查所有我们的台南市的土地有没有被违法倾倒。那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一个空拍部队，然后去巡视所有台南市的土地有没有被违规倾倒？我有空拍机的巡查啦，是讲。伊的量有法度讲做定期的安尼巡查无？咱即摆来规划一下。另外，市府大厦转型退场由市府主导的进度，嘛，互议员相当关心。因为以后包括环保、消防、亲子幼儿馆拢会进驻。市长嘛强调，因应战争等灾难的紧急应变，到时伫首府大厦卖正式备援中心，也是所有市府的机能拢会伫遐。一旦需要接手，随时拢会当运作服务。台南新闻管制林英根采访报道。议员新加坡生了4体，所以伫总日村嘛关心真侪亲子甲幼儿的议题。其中因为公共托育的数量也是6度上少，甚至比全国平均26%还低，所以议员积极要求市府伫质价量拢要同步提升，进一步减轻家庭的负担。议员新加坡生了4体，成为现代生育的楷模，甚至是市府希望拍片邀请议员推广生育好处的代言人。当然，因为这点关系，嘛，互议员更加关心台南的公共托育环境，希望减轻父母的负担，互市民加生。不过，伊现况台南公共托育的数量只有15间，也是排6度尾啊。所以，议员要求不管质价量拢要同步提升，同时推动早时晚九的政策。对此，肖局长承诺一定爱做。我们育儿其实总共有只提供了223个名额了哈，其实平均都低于我们全国的平均26%啦哈，也是我们全国最低的。所以哈，为着要会当增加，希望哈，咱会当继续努力啦哈，不要让真的年轻人觉得哈，我们台南市没有努力啦哈，在这个部分。我们市府公共托育的政策，我们只有2所托育中心，13所的公共托育家园。其实我们现在也已经不再推公共托育家园，对不对？对。因为它只能收受12个儿童，真的效率也不好啦。效率比较不好。但是在目前的状况，全部都是额满的，而且还候补了哈。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希望我们真的要加把劲啊！速度慢以外。我们量的增加比别人慢，但质的提升是不是可以更好了哈？像其他的城市其实都已经开办到朝10晚9的公托政策，局长你知道吗？我知道。
我们最近又增加了4家，可以收到1000个了。但是你有没有朝向我们朝10晚9的，这是公托服务政策？这是未来的政策。未来的政策，对，一定要做。除了公共托育环境的需求增加，另外公立幼儿园正式专班，又嘛要求教育评估个别地区不足的额度，因应区域来调整。伫偏远地区的编班，买当采取年龄混合。议员伫总结时强调，虽然现在无生囡仔背后有真侪无解难题，不过大环境也是爱互愿意生的家庭有更较侪支持。咱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因应个人化各地市场拢有需求，纷纷成立日间照顾中心，不过若伫庙边设立，敢会当核准？对此，议员区兆成伫总结时的呼吁市府类似的地点。只要业者申请丢失，一定要好好评估，避免有噪音的污染来影响照护品质，甚至演变成地方不满的空间。议员区兆成接受地方陈情表示，经营医疗保健服务的公司，因为看准安区日间照顾的需求，所以伫安和路清水祖师庙边向市府社会局申请丢失许可。日前已经合法通过执照的乌地机，不过民众烦恼公庙一楼咧放炮啊，或是车辆出入频繁，会影响老人照护品质。所以透过伊伫总日顺向社会局请命，要求日后公庙边设日照中心，一定要将噪音等污染纳入评估。选的地点是对啊，唔对？伊咧申请的时阵吼，第一就是文书爱符合，第二阮会线刊，若线刊有问题的时阵，阮就袂互伊设定。是安怎叫做有问题？有问题，比如讲吼，伊的土地使用，啊是伊吼附近时呢，迄种个环境啊、污染等等，啊是噪音等等哦，真侪因素。所以阮的活动呢，阮的活动突发地震、环保、公务等等哦，来看讲伊的状况是安那。啊，伊若是伫公庙的边仔呢，有算噪音会影响袂？公庙的边仔有噪音哦。即阮若是伊线刊的时阵，因为阮会跟环保局做伙去，若是认为是有迄个噪音的疑虑的时阵，阮就会暂缓因的设置。因应超个龄社会，不管日照或者是长期照顾中心，各地拢有需求，买当料想未来设立的比例会愈来愈多。所以议员希望市府伫业者申请许可，经过环保局等各局处会勘的时，一定要多方面考量，避免日后演变成地方不满的空间。咱新闻阮自林英光采访报道。导演蔡明亮的电影《日子》日前伫柏林影展获奖。目前这出电影嘛伫台湾上映，咱在地文创公司的号召各界朋友来看戏，甚至有建设公司更是包场小厅。伫政治建设的包场支持，系列部伫台南大湾坝微秀影城抢动。蔡明亮讲到，伊的电影伫欧洲影展放映，艺术电影多元，伊从来毋捌感觉到孤单甲小众。伊观察原因，由于欧洲的美术馆非常的多，民众接触艺术类型的电影更容易被接受。这也是伊10年来甲美术馆合作，以展览推广电影影像艺术的主要原因。欧洲的大城市，比如说巴黎啊，比如说罗马，比如说阿姆斯特丹啊，这些城市，我们的这种电影在那边不会太寂寞。好，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的电影要非常辛苦的来推，才会有少量的观众可以进到戏院。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其实他们有一个很优势的地方是，他们有美术馆，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啊？当有美术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环境才会开始质变。我们有美术馆的时间有一点晚，但是也不太迟。比较起整个亚洲的很多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马来西亚。也是一样就是说会走得更快一点点。大概在这10几年间从台北到高雄中间有台南、台中美术馆开始林立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透过D家有限公司，也是艺术家蔡佩璇的看刷小厅下，和这部电影成功伫台南上映，希望让更多人认识电影影像艺术之水。
太早具有商业还有具有市场的概念，但是他仍然不会想要做大众，就是觉得大众会喜欢的东西，然后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方式去做他的片子、他的内容。所以当他需要我们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做比较小众的东西，那我自己碰到的困难也很多，那他需要我们帮忙，我一定会帮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坚持他自己的方式的拍摄，可是他又会愿意去市场、去街上去卖票。那卖这个票就很像政治人物要告诉大家我的理念，那希望你来看。可我觉得很多导演他没办法放下他的身段，那这个不是感动，这是有点咳嗽了。就是他不愿意放下他的身段去让大家接受他的东西。电影日子无剧本、无对白，慢慢伫3-4档的日子内底，累积拍摄主角空声破壁过程，甲亚农的资本过程，是一个随时间自然而然完成的作品。看起来单薄的日子，透过镜头，互观众感同身受。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的城市外交伫疫情过后陆续传出好消息，但其中五天的宣布甲法国贝基耶市缔结为姊妹市，同时这嘛是贝基耶市伫东亚第一个姊妹市，对着双方来讲拢有指标意义。台南市甲法国贝基耶市两市的市长透过跨海视讯，缔结为姊妹市，会当牵起这条线，是因为这两座城市拢有着丰富的历史甲文化古迹，双方对自由民主也有着同款的理念，相当难能可贵。两个城市之间的友谊从现在开始会更深入一层。那么明年是台南400，我们也热情的邀请贝基耶市的梅纳尔市长能够前来台南造访，一方面也了解进行两市的文化交流，那也更加深化了两市的情谊，更希望说在台湾的民主道路上以及言论自由的道路上，能够有贝基耶市一起来这个互相互动而且交流，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贝基耶市位伫法国南部，伫西元前625年建立，是法国上古早的城市。伫地名进前，已经先将台南标示伫高速公路进入市区处的姊妹市路标。贝基耶市市长梅纳尔期盼会当甲台湾、台南推展民主自由。Voilà ce que je voulais vous dire. Vous l'aurez compris, je suis ému, touché, heureux de ce jumelage. Je ferai tout pour venir chez vous pour le 400e anniversaire. Et bien sûr, je vous attends à Béziers pour découvrir notre ville et pour imaginer ensemble comment concrétiser ce jumelage. Merci à vous, monsieur. 大致讲的是，这是台南伫法国第一个地名的城市，也是贝基耶市伫东亚的第一个姊妹市，意义非常重大。伫仪式当中，台南市也送着印有两市首位古迹的纪念帆布袋仔，以及市花兰花来祝贺。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去届的女强人杨春娥，因为介意收藏有文化传承意义的文物，并且定期来举办个展。这摆伫五园新推出一档水晶展览，相当精彩。透过镜头先做回来看卖。天然原矿水晶展现着各式各样的水水，每一座晶洞拢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水晶拢是企业家杨春娥的收藏品。收集水晶无别理由，只是单纯为着水晶的水感纯粹。整个水晶的剖开，它里面藏有不同的晶石，它可能有钛金、
可能是茶金、有方解石、有各种不同的矿石。我们希望我们的观众可以近看它。游春娥长期投入文化保存加工业活动，这个展览举办在初中，是希望会当让大家借着水晶安抚心灵，招财开运，幸福满满。对水晶也较有兴趣的知名导演黄仲玉特别前来欣赏。欣赏这么好的这些水晶的原矿，这也是一种艺术品，它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收藏品。这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希望呢大家惜老扶幼啊，还有很多我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来了，想要看到我也在这边的话，那我就会出现，跟大家来结缘。根据了解，水晶才有稳定的能量，拄着正开水晶，心情也会当好疗愈。欢迎大家在11月12號進前到公園，行入這個水晶空間，感受滿滿正能量。台南新民所會採訪報道。基比病為了感念歷屆器官捐贈者的大愛，特別舉辦一場愛傳承甲生命的對書活動，當中受贈者透過寫卡片、表演等等的形式來感念捐贈者，場面相當溫馨。基比病醫24年以來，對器官捐贈儀式是有力盡量，為了緬懷透過大愛化身為天使的捐贈者，特別舉辦對書會，邀請器官捐贈者家屬、受贈者以及病醫同仁來共同參與。生命的長度也許沒辦法做決定，但是生命的高度跟生命的深度卻是可以決定的。在我們這個生命結束那一刻，我們是可以有更多的選擇。做出更有意義的事情。我知道你們在家人即將離開那一刻，要做出這樣的決定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的。我相信沒有多少人可以完成但是我想還是勇敢的做得好。在會中，受贈者除了用手寫卡片、表演等形式，表達出對捐贈者的感謝，同時捐贈者家屬也上台分享生命故事。要符合器官捐贈的條件不是那麼的容易。加上爸爸平常也是個熱心腸的人，所以我們就是簽下了那個器官捐贈的同意書，那也順利捐贈出心臟、腎臟、肝臟、眼角膜還有血管。現在碰到我哥這樣的情形，我才真正近距離了解器官捐贈是怎麼一回事，也實際參與了見證了整個流程。最後是捐了腎肝皮膚。之前我媽媽還擔心說，這個捐了以後，這個大體看起來會不完整，且皮膚的地方有捐，到時候穿壽衣的時候會不會有什麼問題？但是看到最後完整的大體，醫護人員還是還原得很好，不會影響外觀。因為他們的付出可以改善我們的生命，讓我們的生命更美麗，然後改善我們的生活品質之外，最大的意義就是我們生活改善之後，我們身體就變得健康了。希望這個活動傳達器官捐贈的正能量，讓社會會當更關注器官捐贈議題。基比病院高大雖然已經協助5672人進行器官捐贈意願註記，也毋過還有舉辦1344位病人佇等待醫師，所以器官捐贈這款的行動需要大家共同來推廣響應。台南新聞總會採訪報道。感謝收看11月7號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郭文杰，咱再會。